漫画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，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字。好朋友，咱来讲林献堂这个历史的人物。咱知影哦，日本时代真正高人，社会真拥护，大家咧争取，伫咧牙讲，是安那？日本人家己会当选议员，台湾人就袂当选议员，所以阮是开拓者，毋是戆路财呢。公司啊，阮奖励呢，毋知大家伫1921年去成立台湾文化协会，推荐林献堂做总理。讲起来是真正民间的头人啦。结果国民党政府来了后，林献堂眼看228事件发生，白色恐怖气氛远走他乡，去到日本。少年时代，甲伊真有往来。林献堂的秘书陆港人叶永贞这个诗人，去到日本去甲谈，去甲关心。林献堂用一首诗甲回答，内底表达伊的心情。什么款心情？咱来听诗句。诗句讲：别来削佛已3年，相见扶桑起5年。异国江山堪小卒，故园花草有谁怜？萧萧细雨连窗外，郁郁寒灯滴足面。平体可厌归未得，蜀中殊态菊花天。伊内底见面诗句伫咧讲咱两个离别已经3年啊。少年时阵，咱两个算交情真好，你咧做我秘书，敢若兄弟啊咧，你专工来甲我看。两个谈扶桑伫咧见面起5年，这毋是无意中呢，这是我有打算的呢。我专工来到日本远走他乡呢，尤其后壁这两句诗，这两句诗民间流传至今，讲异国江山堪小卒，故园花草有谁怜？我伫异国这款的江山占多年啦，啊故乡的花草已经无人伫咧照顾。简单讲啦，百姓生活伫迄款的环境吼，我已经无在条，搁再出力啦。咱知影讲7言的律诗，第3句、第4句爱对照以外，第5句、第6句嘛爱对照。毋则讲萧萧细雨连窗外，郁郁寒灯滴足面。咱两个吼，骹头乌对骹头乌，讲甲要天光啦。啊，毋过平体可厌归未得。我已经谈日本，已经艰苦甲无才调转去啊。要肃宗，意思讲行李若要款，要说来倒转去到台湾，我看真无机会咯。这就林献堂一生上届收煞的时阵所写的诗，也是伊哀叹的心情啦。